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高雄警校早，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初5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来关心，对28连假休假迄天开始，金门就一直大忙，海空的交通拢有大受影响。即马真侪人留伫金门，嘛，各个单位即马赶紧启动疏运机制。亲像早暗9点，军方嘛有出动军机，甲70个人再转来高雄。天色暗，搁落雨，旅客准备要坐飞机。毋过，毋是坐民航机，因要坐是军机。真侪人就连做兵的时阵也无坐过军机，这回人生第一遍坐军机，好奇搁欢喜。在机场第二天。哦，那感觉坐军机怎么样？非常兴奋，很棒。很棒啊，第一次体验啊。当兵没有坐过这个军机啊。那当然，现在坐一下就是体验啊。私下没有看过里面。蛮好奇的。蛮好奇的，也第一次做。金门这几天拢大忙碌，自228连假休假开始，逐天拢有真侪滞留的旅客，因为大忙碌无法度坐飞机转去。昨等要坐飞机转去台北的候补人数就2000人。民航局协调航空公司加派班机营运，国防部也启动军机支援疏运。不过，考虑暗时8点进前，依然是大忙碌危险的时段，正罕见伫咧暗时9点挂派军用运输机载70个人去高雄。国防部也奉准我们加一班往高雄的一个加班机军机加班。那这一班军机搭载了70个人那其中军人有13人那军舰有2人，那其他55个是民众的部分。金门伫每年3、4、5月拢正用起大忙步，能见度有时好有时歹，旅客也真无奈。交通部航港局昨下昼也安排客轮载311位旅客到家己的布袋港。听到会当转去厝的，真侪人的心才放落来。为了要加速疏运，民航局伫今仔日来看现场候补的情形，加民航机加班，或者是启动其他的疏运机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今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是24节开的假日，天气有影是真无稳定。今仔日东北季风路南，北台湾会变较凉。锋面豆豆通过咱台湾，所以全台湾拢会落雨。咱来看云图。今日受锋面的影响，气象署透早是发布大雨特报。伫西半部、宜兰、花莲、台东山区、澎湖、绿岛甲红头树拢有局部大雨，甚至有可能伫短时间内出现强降雨。这款的天气是一直维持到拜五，所以相信这几日有要出门，一定要会记早雨满雨伞。今仔日北部、东北部低温大约是14度至16度，高温的部分北部、宜兰是19度至20度，中部甲花莲、台东是23度至25度，宜兰南部高温也有28度至29度。甘南北台湾会感觉较凉，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拢是感觉较温暖，而且有淡薄仔热。最近的天气黏咪寒、黏咪热，乡亲就要注意健康。咱来关心国内疫情，疾管署即马表示，流感的疫情是已经有咧降啊，也毋过是还未脱离流行期，所以流感病毒也是世界咧传。按算上紧，要到3月中才会当脱离流行期。另外，行政院进前有加买公费的流感预防车，即马是剩1万桶，按算这礼拜拢会注了了。黏咪寒、黏咪热。这几天气温变化大，加上前一阵啊228连假，疾管署强调，流感疫情虽然有小可缓和，不过也是咧流行期。顶礼拜因为流感去看医生的有115000多人次，其中重症有64个，13个死亡，有69%的死亡个案拢无注意预防针。
疾管署提醒民众，社区流感病毒要咧传爱要医。健保急门诊就诊人次有11万50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较起来下降的一个17%，但是呢，仍然是我们5年来同期的一个最高。那目前我国流感的一个疫情呈现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但是呢，仍然还在流行期。那我们预估呢，在3月的中旬下旬呢，会脱离流行期。因为行政院进前紧急加买10万剂公费流感疫苗，疾管署表示，目前剩1万剂左右，估计这礼拜就会资料了。另外，针对走北疫情，疾管署指出，虽然病例有咧降低，但是顶礼拜挂门急诊也是有27万多人次，是最近5年降期上济。疾管署提醒民众，为了防范落楼病毒，就要注意接洗手，各有食品安全。腹泻的群聚通报的部分呢，上周大概是通报55起的群聚事件，较前一周是有略微下降的一个情形。那是目前呢，腹泻群聚检出还是以诺罗病毒为多，那发生的地方都是以餐饮、旅宿业为多。另外，病院伫过年了，因为连续假期等等原因，地区急诊人拢太甜，造成急诊等待时间变长，医护人员负担伤过重。卫福部表示，流感走北疫情当咧转好，也发现病院急诊人次平均1礼拜病日下降10%，估计病例会大大减少。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大家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上来看自由时报。全台湾15个国道的服务站，倒一个上界趁钱？答案是新竹的关西服务站，一年赚要6亿，排第一。这是赚超过一直排伫第一的台中清水服务站。也毋过呢，主要的原因是清水服务站有8个月时间落地征收，修理好势了后，去年12月份甲今年1月份1个月就赚超过1亿啊！来看中国时报，艺人王大陆涉嫌伪造假的医疗证明来招商做兵，即马是逼出案外案。检方因为办盗兵这个案靠伊的手机啊，结果伫伊的手机啊内底意外发现，因那亲像是因为不满Uber的司机驶路车伤过拗鼓，闹人拍司机，佮甲影片翕落来传互伊的朋友电风神。检方即马依法来办这个案，伊嘛互检方申请羁押禁见，尾也是以500万交保。来看联合报，专属部配合陆委会。发函予全国的各机关，要求公务员爱签设计师袂使摕中国的身份证。严格即马嘉义大学应用历史系教授吴坤才是拒绝，伊认为这款做法违反宪法对人民自由的保障，认为安尼是按照情理法来讲，拢无袂使，政府袂使安尼先要求。那咱台湾的护照伫真侪国家拢毋免签证，即马就犯罪集团替11个游民办护照甲办台胞证，尾也佫引起中国旅游佚佗。结束了后，用一本护照5000块，甲因全部拢买落来，再甲这护照卖互中国的人口贩仔。检方即马依照违反护照条例，甲13个人起诉。移民官上门发现大量的批。拆开一看，拢是护照台胞证。嫌犯讲到七家全铺，并讲是做正经的生意，也毋过执法单位调查，伊一边替客户合法办护照，佮一边找人头进行收购买卖。黄贤等人收购护照后，再将护照以高价贩售给人蛇集团，有偷渡客欲持用这些护照偷渡前往英国。伫台湾的不法组织曾经游民下手，用钱甲城，伫台北车站绑架公园，找到11人交易，先带指定人去买衫仔出去佚佗，旅程结束了后，一本5000块来收买，将护照骗到手，转卖给中国金社集团。没有护照，都是办人头了，去开户口，然后给别人用。护照的好像很少啊，用了1年里面的1次2次。高级兑换人士盗卖咱国护照专案，经过检方侦办测试终结，以护照条例顶罪嫌起诉13个人，其中收买护照的嫌犯，检方更加建请法院重当量刑。咱国护照服务用毋是头一摆啊，目前乌市介绍，一本超过300万台票，安尼互小想沦为头头工具，都是看准这项优势。台湾的护照在国际上面是相当好用，你看我们的国家摊出来后，免签的国家将近100个，到世界是畅行无阻。
根据亨利护照指数，今年上中护照排名，中华民国护照以141地免签，伫全球227个国家甲地区是第33名，胜过中国护照的60名。虽然免签国家侪，但过无样问题缀咧来。德林检方也讲，对台湾的国际形象甲旅行文件信用，会是一大冲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因为为着要防止中国渗透，即马有风声讲，咱政府要针对香港甲澳门的人士伫台湾定居这个制度，要甲这个制度变甲更加严格。目前住伫台湾的前香港议员李本浩伊是表示，伊理解台湾政府的顾虑，也毋过嘛希望会当保障已经咧申请要来台湾定居的香港人，希望台湾政府顾国安嘛爱兼顾人权。为了防堵中国透过港澳移民对台湾来渗透，有学者立委建议讲，对港澳人士来台湾居留1年就当申请定居，应该延长居留年期。立委会主委柯水正跟他讲，港澳的政策变甲真紧，当地建议法规。它也是涉及层面很广，研议各方面的这些法规来审慎推动。政府想要检视现有的港澳居民留定居的制度，推出建议要甲即马居留满1年就会当申请定居的规定，调整改做4年，含增加登记居留的选项，互香港人会当亲像永居居留，但是无身份证的是投票权。真的对国安有帮助的话，我相信大多数在台湾的香港人不会很反感。如果哪个人是因为反送中政治的原因选择台湾移民来台湾的话，他可能他就算他没有通缉令在身，他回香港也是有风险，所以他的护照是会到期的。刚好他现在的工作，他现在谋生的工作是需要在不同国家到处走来走去的话，这个政策实施之后，就对这种人又会有很大的打击。在台湾超过3档的香港前议员李文浩，一档前甚至是开真侪功夫，把因鸟接来台湾，希望会当在台湾定居。对政策素案，伊表示会当理解，但是希望会当有落日条款来保障已经在申请定居的在台香港人。或者认为配套若做好，就会当兼顾国家安全和香港人的人权。有中国的特定有心人士利用他已经有香港身份的方式，在很快的1年拿到台湾的身份，最起码考虑到一个外来人口的这样子的一个移民的横平我觉得让香港的朋友4年来居留4年，然后拿到身份，这个政策跟外国人是一致的，我相信香港人也不会觉得他们被歧视。毛声音呼吁应该修改港澳条例相关规范，明定去港澳就等于是去中国，适用两项条例。对这立委会并无否认，表示讲在维护国安和整体台港澳健康交流的原则之下，会审慎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防部伫昨昏是发布，有发现19架中国军机出海，其中有11架飞过海峡中线，另外还有5架中国军舰、3架公务船来扰乱台海。加上最近中国伫东部的战区在进行实弹操演，咱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是分析讲，解放军目前也无两栖作战侵犯台湾的能力，嘛认为美国未放弃印太地区，台美也是有共同利益来维护台海的和平和稳定。另外，咱的屏东救援基地昨昏嘛有进行试射任务，有风声是 M60A3 的战车配合新型的火炮，要提升咱的打击火力。小米内底用2台战车，看澎湖团出是服役30年的 M60A3 战车，当日进行性能提升。这是团出搭载新型火炮，伫屏东救援基地进行试射，陆军开8亿3600万预算，研制加农炮管，要提升 M60A3 战车打击能力。另外，去年到台湾的 M1A2T 战车目前投入换装训练，关美府今年汉光演习一定下半年成军，国军尽力备战，因应台海情势紧张。负责对台组建的强军东部战区最近大动作，发布舰队实战化训练影片，强军自用舰、疑心舰等舰队演练对海突击、舰炮射击，强化海上联合作战，相关区域局势紧张。现代海战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必须强化连的意识，提高
部队实战能力。另外，国防部测试发布查到19台强机出现伫台海，其中11台飞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咱西南空域。另外5只强舰、3只公务船绕台，面对中共加速由混转战，也加演练机制外边介入，互外界烦恼强军是不是已经有反台能力啊？咧，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台湾海峡作为天然屏障的情况之下，我不认为他的能力现在已经具备这样子的两栖作战能力。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回应台积电议题时阵指出，中国侵台，美国原来受冲击。郭立雄讲，台湾伫第一岛链的中心位置，美国未放弃印太，所以台美有共同核心价值，一旦共同主动，防止发生战争。美国最大的核心力就是要维持印太区域，当然包括台海区域的一个现状的维持、和平稳定。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既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我们愿意采取一个贺主的方法。郭立雄讲，用实力找和平，才当得到真正的和平。嘛宣布今年的汉光41号演习，电脑兵推延到14天，士兵演练嘛加一倍到10天，各纳入无确定界线的应对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伫台湾时间初时透早，伫美国的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也有美国的商务部长同齐开联合记者会，宣布台积电要伫美国增加投资，增加美金1000亿，会伫亚利桑那州佮打造3座晶圆厂，佮2座先进的封测厂和研发中心。川普是用世界上上介强的公司来形容台积电。川普嘛讲到，准讲台湾未来出代志，美国会对美国造成真大影响。For those of you that are into that world, you would say, "Wow, he's a legend," but he is a legend. 川普口中的业界传奇，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台北时间初时透早，甲川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同齐伫美国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台积电会阁投资至少1000亿美金，也都是新代表3.3条伫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新的晶圆厂。So we are now very happy to announce we are going to invest additional $100 billion in addition to our current $65 billion investment in Arizona. We are going to build 3 more new fabs after we promised 3 fabs already, and another 2 very advanced packaging fab, and most important, R&D center. And we'll create thousands of jobs, many thousands of jobs, and they're high-paying jobs. In total, today's announcement brings Taiwan semiconductor investments to about $165 billion they've started already. 川普2月18日拄宣布会对汽车、药品、半导体等外国产业扣至少25%关税，这也使得台积电宣布的1000亿美金投资特别受到注意。川普也伫记者会明白表示，只要伫美国生产，就袂对台积电扣税。This is exactly what Mr. Wei is doing by building here. Otherwise, they'll build, if they did them in Taiwan to send them here, they'll have 25% or 30% or 50% or whatever the number may be someday. It'll go only up. But by doing it here, he has no tariff, so he's way ahead of the game. 除了创造美国就业，半导体对 AI 自动驾驶甲先进制造等领域真重要。川普表示，伊将会争取美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嘛无袂记咧俄罗台积电是世界上上强大的公司。This is a tremendous move by the most powerful company in the world. It's a matter of economic security. It's also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for us. 未来美国伫全球的晶片产能有希望为零提高到40%。当现场有记者问到，伫美国生产高阶晶片，敢是会当伫中国封锁，还是对台采取行动的时，减少对美国晶片的冲击？川普是安尼回答。Well, it's a very interesting point. It's a great question, actually, but this would certainly, I can't say minimize. That would be a catastrophic event, obviously. But it will at least give us a position where we have, in this very, very important business, we would have a very big part of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t would have a big impact if something should happen with Taiwan.
目前亚利桑那州红红峡第一座台积电工厂已经有3000名员工生产先进制程4奈米晶片。台积电的新闻稿也指出，这项美国史上规模上大的单项外国直接投资，除了创造数万的就业机会，也有希望使美国未来10年在5G、6G 和 AI 领域站上领导地位。公司新闻王如云编译。台积电要投资美国9000亿美金。但总统府是表示，政府会将上届先进的制程留伫台湾。行政长杜英台伫立法院的时，伊嘛强调，无论产业安怎进行全球布局，紧一定会留伫台湾。这是政府和产业界共同的立场。经济部长郭志辉嘛挂保证，讲明年2奈米甲1.6奈米先进制程要伫美国生产。台积电扩大伫美国设厂，增加投资美国1000亿美金，引起关心。美国总统川普讲，这件投资案，让美国伫晶片产业有优势。佮强调，若是台湾有代志，美国就会当发挥重大影响力。不过外界烦恼，恐惊互台湾的地缘政治重要性降低。总统府测试回应，事先已经有充分掌握，政府立场是必须有助咱国产业的全球布局，不过会将上先进的制程留伫台湾。当台积电申请赴美国投资设厂，政府会做好协助与把关的工作，确保台积电在扩大赴美投资的同时，也会将最先进制程留在台湾。行政院杜英提到立法院备询，讲台积电投资案会当创造互惠共赢。不过，朝野立委提出产业变少的忧虑，恐惊产生国安问题。国民党瓜子温度之际，何国新山雪变半冰山，台湾适顿下热，咱的条件还剩偌济？似乎是我们的细盾已经被削弱了，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之前在这里跟委员答复的时候，我说过，我们希望达到4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台湾在这个制造领先的地位不会改变，那这个也是民主供应链的形成的一部分。当然，也配合着我们跟美国持续加强成长各种投资以及合作的必要的一个政策。杜英台表示，今后台湾是国家政府加产业界的共同立场。民众党张启凯追问，传出2奈米、1.6奈米这些先进制程，原来会刷去美国，可能让台积电变美积电。经济部长郭志辉赶紧回回。委员，我保证，你保证啊，明年当然就是这个样子。2奈米跟1.6奈米的，不会到美国生产。郭志辉呼应相关的风声，讲美国第一厂敢若4奈米制程，第二厂今年嘛早拄要开始生产。杜英台强调，一定会让台湾保持伫国际产业链的关键地位。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有宣布，对测试开始要甲加拿大、墨西哥扣25%关税，中国是扣20%关税。加拿大即马嘛要针对美国嘅产品扣25%关税，因为中国对美国有几若项食品嘛要扣15%关税。因为墨西哥这部分，因讲因伫初9会宣布针对关税应对措施。在美国加拿大边境的加拿大安大略省这边边境城市温莎市的大西桥顶，正也是来来回回，这是通到美国底特律，特港有4亿加倍补给价。Prices of everything are going to go up. 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加墨西哥进口的产品全面扣25%的关税，所以是透早开始生效。加拿大也进行报复。Canada will be implementing 25% tariffs against $155 billion worth of American goods, starting with tariffs on $30 billion worth of goods immediately, and tariffs on the remaining $125 billion of American products in 21 days' time. It's not in my habit to agree wi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ut Donald, they point out that even though you're a very smart guy, this is a very dumb thing to do. 甲加拿大边境比起来，墨西哥的规模是更加大。一天，伫个提华纳的货运车要入去美国的时阵，川普开始扣25%的关税，墨西哥也有反制措施。Hemos decidido responder con medidas arancelarias y no arancelarias que anunciaré en plaza pública el próximo domingo. No es de ninguna manera o el propósito iniciar una confrontación económica o comercial. 因为中国对川普要扣因20%的关税，宣布对美国进口的几多种食品要扣15%的关税。中方将奉陪到底，我们奉劝美方收起霸凌的嘴脸，趁早回到
对话合作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三个国家对美国关系强烈的回应，全世界新一轮的多边关系战开战。进前就专家警告讲，恐惊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和通膨更加严重。也因为投资人对这边全世界关系冲击感到真不安，所以美国股市伫拜二拢盘道琼盘1.55%，标准普尔500盘1.22%。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已经下令要暂停对乌克兰所有的军事援助。也那欧盟即马是宣布，因按算要伫3月初6的特别高峰会顶悬宣布扩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泽伦斯基和川普伫北京的会面，以冤家来结束了后，泽伦斯基和乌克兰的国会一直重申讲，真毋望会当有和平和安全保障。乌克兰国会初三特别用英文来发表一份要互川普政府、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的声明，强调讲川普的维和行动对战争的结束是有够重要。川普本人、副总统范斯和众议院的议长强生是继续伫媒体头前大骂泽伦斯基。Well, I just think he should be more appreciative because this country has stuck with them through thick and thin. We've given them much more than Europe. If you want real security guarantees, if you want to actually ensure that Vladimir Putin does not invade Ukraine again, the very best security guarantee is to give Americans economic upside in the future of Ukraine. 北京韩国各大厦有几个消息管道初三证实讲，川普已经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暂停对乌克兰所有的军事援助。北京的官员讲，川普关注的是和平，嘛需要合作的伙伴对这个目标做出行动。也暂停而且检视所有的援助，确保讲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另外是有影响的范围和时间到底偌久，即卖也无进一步的详细内容。伫另外一方面，主持伦敦乌克兰紧急峰会结束了后，美国首相施凯尔初三先是和国防大臣伫首相府和国防产业界的人士会面，伊重新增加国防预算和扩大本土国防产业的决心。国讲和平是第一选择，但是必要的时阵，伊愿意做出重大决策，和盟邦做伙派陆军和空军来支援乌克兰。Britain will play a leading role, with, if necessary, and together with others, boots on the ground and planes in the air.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嘛预告讲，会伫初6举行的布鲁塞尔特别高峰会宣布扩军计划，要互乌克兰转变做更替和地，任何想要甲加落去的侵略者，拢会吞灭落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泽伦斯基2月28伫北京和川普冤家讲甲无啥欢喜，原本要签的协议就签无成。泽伦斯基昨昏透过社群平台 X 表示，这个结果使人遗憾。不过伊嘛讲，即马应该是互代志恢复正常的时阵。伊和伊的团队已经准备好势，会伫川普的领导之下，共同为和平努力来拍拼。继续关心印尼的雅加达甲周边的一寡城市，前几日开始落大雨、做大水，淹水上悬因8米。昨昏有超过77个社区浸伫水里，政府的办公室、公共设施、社区大楼全拢淹了了。即马一切是袂顶袂当，有上万人国不将爱离开家园。继续关心塞尔维亚。按算要修法提关大学的学费，引起大学生不满上街头抗议。反对党为着要表达对这学生的支持，因的国会开议的第一天，反对党的议员就等烟雾弹，也阁有拿枪枪弹、催泪驾驶。这个开议议场就乱七八糟，嘛造成3个议员受伤。头个倒来，咱国内，咱来关心花莲一个退休的老师，互人叫叶春莲老师。进前伊伫国民党办的活动顶悬，伫现场批评立委鲍昆萁高级强匪，尾啊规定人甲包围了后，甲伊拖离开现场。鲍昆萁本地是对外讲，这个叶老师是民进党派去乱的，也毋过昨昏鲍昆萁态度大转变，伊出面回实的。国民党花莲县党部初二伫花岗山体育馆举行种树仔节和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伊当阵立委鲍昆萁伫台顶致辞的时阵，是形容互一个退休的老师叶春莲呛讲伊通匪。鲍昆萁是随要求别人甲带走，结果这个老师互国手国杀赶出去。鲍昆萁是指控讲这个人拢是替民进党在攻击。做委员，只要批评
道，不同于他的意见的人的发言，他都一律贴侧翼。叶春莲老师今年已经要80岁啊，伊退休了后，同款是咧学校做志工。2015年就捌因为抢救老树啊做过新闻的主角，但迄当阵记者采访的相片，说互国民党花莲县党部无成通知，就提起做政治攻防的工具，引起争议。那张相片是没有经过当事同意的。东升除了在此郑重道歉之外，如果有相关的法律责任问题，东升也会一并承受。鲍坤奇本人初时是伫县党部开记者会，为态度转变，向叶春莲老师来回释的。一切到傅昆萁为止，傅昆萁概括承受，也对叶老师感到的这些纷扰，我们在这里向叶老师表示诚挚的歉意。鲍坤奇强调，对退休老师的尊敬，不是一时的，要求民进党莫利用老师来替因攻击，搁来推动恢复教师节来放假。对于回释的方式，等的看法嘛无同。本来对一个老师来讲的话，本来就是粗暴了。你对一个老岁仔嘛袂使安尼。对啊。像我做恁老岁仔来叫人压着你会安怎想？对这个回事的叶春莲老师是规工拢真低调，无出面。学校是有师生家己做看榜，徛伫学校的门口口要听老师。伫新闻做了进前，叶老师是透过亲人回应讲，目前嘛是未原谅鲍坤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国内罢免的进度。中选会是对外表示，到3月初3为止，有32件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已经会当进入第2阶段的联署。因过因为针对民进党立委罢免案，即马全部拢爱补件。赵少康就表示讲，伊爱战斗拿赶紧出来支持，嘛呼吁国民党爱出手，那赢即马嘛积极中选会的公平性。面对全台大罢免潮，中选会讲，到初3为止，拢总是32件国民党立委罢免案会当入来到第2阶段的联署，12件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是无够件数，必须要补件。互那赢质疑讲这是故意的操作，对这中选会的主委李进勇是严正批评。我们地方的选务人员在查对的工作上，都是秉持着依法来行政，而且严守中立的立场。联署书它呈现的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是按照规定来做查对的工作。进前大骂国民党罢免的战略真歹的中共前董事长赵少康，是亲身找战斗拿到网家国公市场，替罢免台北市上午立委的团队。对这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讲，会做好准备，无人在讲的零处理。民进党哪是只靠人民团体？人民团体哪有这个力量？人民哪有这样的资源？人民团体哪有这样的这个金钱？不可能了。国民党这年轻人充满了这个热情跟斗志嘛，哈。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帮助他们。台北市在政治的结构上相对是蓝大于绿，所以国民党依据他们的政治优势，择定了在台北市对于双吴思瑶、吴沛忆要来进行恶霸跟乱霸。但我们相信正能量会力挺优质的立委。大罢免特别入来到关键的第2阶段联署 ，NGO 组织嘛开始串联响应，除了声援伫上前线的罢免团体，嘛呼吁法务部、经政署、中选会和相关单位，应该比照选举时期，针对违反选罢法的相关用台行为来做查查。国民党和国民党的这些执政县市，他们已经开始耍很多小手段。如果你们继续恐吓这些团体，跟恐吓这些个人，只会激起更大的愤怒。来降档，谁来提名，很有信心。反对罢免我的倒数几乎达到70-80%。所以并不会担心这样。我一点都不会担心。目前国民党立委通过第1阶段罢免的，敢若剩陈超明、柯定军和林派雄，还未公布审核的结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去年大法官被提名人全部予立法院否决了后，即马总统府准备要搁提名，嘛接受公开推荐。目前司法院、也个法务部、甲检察官协会拢有推荐人选。前检察官陈水仁，几啊年前经办淡水边的国务机要会，甲前总统淡水边的夫人吴淑珍起诉。虽然已经退休，不过法务部甲推荐伊做大法官。谢谢啦，因为现在总统还没有提名哦，我现在不方便发表什么话了。得到法务部的推荐，陈水仁敢若讲感谢，其他是无加讲。换到检察官协会推荐的大法官名单，
这位嘛受到大家关注。至少政治部门要有共识的情况之下，去宣告死刑，禁止死刑，才有这样的正当性。在死刑释宪案捌代表官方辩论，伊是高检署主任检察官林丽莹，对宪法法定的判决要求判死刑都要经过一致决，嘛捌质疑有争议。除了检察体系提出人选，司法院嘛有推荐的人，4个法官伫名单内底。一方面感到荣幸啦，另外一方面感到惶恐。因为这只是最高行政法院或是司法院的推荐，那最终还是由赖总统来做最后的提名嘛。包括最高行政法院张国芬、最高法院魏大良、甲苏索娥等等的法官，拢去予司法院推荐。其中苏索娥是国民法官制度幕后推动的人。总的来讲，这些实务界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原则上都是认真的，但是在历届的大法官里面，比较有进步思想的应该是学者出身比较多，反而是在实务界的偏向保守，但也不一定啦。头一批大法官被提名人，去年伫立法院全部拢去用否决。7个大法官的亏已经3个月，到大陆也未保护交。这一届各界各再提人选，什么人会当互提名，就等总统府的相关行政小组来公布。公司新闻台北报道。第二个消息来关心南投基地乡长刘启鹏，即马是phòng检机讲因家族甲开的饭店，即个饭店内底的事业废弃物，照理来讲，饭店的本数爱透过合法的厂商来处理，也毋过呢，即个本数尾啊拢偏互清洁队。即马检方侦办即个案，约谈乡长翁仔某，问话了后，2个人拢互交保。南投县基地乡长刘启鹏，互人指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也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等的罪嫌。南投检方证实，已经约谈刘启鹏翁仔某，2个人伫讯后分别以15万甲10万块交保。经侦讯相关被告后，已分别预支交保新台币15万元不等之金额，后续仍将调查厘清案情。刘启鹏被指控涉嫌利用乡长的职权，派人将家族经营的2间饭店所产生的本数，再去到基地乡公所清洁队的所在放。不过，依照废清法规定，饭店所产生的本数属于事业废弃物，就要家己找合法的清运公司来处理。因为刘启鹏是出面来画冤枉，认为废清法对事业废弃物的规定无明确。我们清洁队一直长期来服务着乡亲另外县政府也有明文规定不得拒收拒载，在清运过程当中皆要服务好我们的乡亲在垃圾分类上务必要做好，让我们在清运过程当中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困扰以及相关的这个法令的这个违规。刘启鹏表示，日月潭周边是住商混合区，真歹界定本数敢是事业废弃物，嘛无规定袂当看区段，所以才会要求顺路将水里的本数再转去稀地清洁队。不过南投县环保局表示，事业废弃物也是要依照相关的规定来清运处理。所以原则上，只要是沿街收运的部分，清洁队依规定收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很明显是饭店到了，他穿着制服，真的这个明显是穿制服，或者明显从穿制服从餐厅出来的垃圾，原则上清洁队员就应该要了解，然后如果是失业就应该要拒收。环保局表示，除了要求清洁队应该爱对大量或者是特定机构来源的本数加强把关，若是有需要处理的事业废弃物，嘛应该爱找合法的清运业者，也是由环保局以专案申请同意，而且收钱了后才会当合法来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嘛是甲本数有关系，这是高雄伫半个月时间内发生2站本数车倒回烧意外，有庆烟。3月初3时，伫三民区有民众看到本数车的后斗伫庆烟，是赶紧到拍火嘛，赶紧通报消防队。台北高雄市的环保局即马是表示，加载人含车拢无代志，嘛怀疑是民众等离电池才会造成本数车的后斗倒火，所以呼吁民众即款危险的物件唔通等本数车。通开本数线甲规世界，阵阵的乌烟一直冲出来。初3早起，高雄市一台载资源回收的本数车来到九如3路这个路口的时阵，后斗开始庆烟。民众看到是赶紧甲司机砸落来通报消防队，佮走去附近的风如里就拍火去。司机也赶紧将本数倒出来，好佳在有众人合作，即时将火势控制落来，人甲车拢平安。回收有一款人人本数车底回收塑胶路甲做啊。啊！你看到的时阵已经是啥物状况啊？刚当着那本数安尼，来开始出烟啦。
啊，敢有人进来去拍火啊？是啥？有啊，伊用啊灭火器啊。消防人员到场时，环保车已将车内垃圾倒出于马路上，以自行扑灭。消防车出水协助降温，现场无人受伤受困。环保局表示，这场火烧意外可能是锂电池造成的，这已经是半个月来的第2件火烧车意外。2月16日迄天，是粪扫车要去焚化枪倒粪扫的时，后到熊熊庆烟，清洁队员拍过了后，发现是金纸也被烧完所造成。环保局拜托大家一定要将粪扫分类做好，尤其是有危险性的锂电池、金纸等等5大类粪扫。呼吁5大类地雷物务必妥善分类回收，切勿随意丢入垃圾车，违者将依废清法12条规定，裁处1200到6000元罚款。因为刷落来阁是清明祭祖，环保局也呼吁拜用的金纸、金符一定要用水甲火压化，再用地啊装起来等粪扫车，避免类似的意外搁再发生。记者柯家祖、柯昭雄高雄采访报道。今日高雄市立美术馆的后园园区有一件高美馆开幕的时，邀请德国艺术家来咱台湾创作的展览品，伫遐已经展30档啊。最近是互工作人员发现讲，顶头的钢板互人摕石头乌白撸甲一丝。高美馆伫昨下晡已经去报警察。展品更帮互人用石头画不明的图，另外一件互人写名。这件由德国艺术家沃夫斯佩曼30年前因为高雄市立美术馆邀请来台创作的作品，2月中馆内工作人员发现去互人破坏。让这大家艺术品啊，不可以的。那边有那10块我捡的那个，就是它上面。小朋友就在上面乱磕啦，这样啦。看过是？对啦，常常嘛看过。捌看到破坏行为的民众认为，高美馆应该爱写禁止告示，看已经徛伫园区30年的作品，互人破坏。高美馆嘛赶紧找专家小心程度克分，不过也是小可当看到破坏痕迹。耐候钢，然后透过时间的这个流失，然后湿度跟温度去造成的这个生锈的效果。那我们说的困难点在于，它这个生锈的效果要长回来必须时间，它并不是我们立即可以让它恢复。高雄一寡公共场所拢有户外展品，大部分是会使网甲互动，啊，毋过毋若高美馆，布置进前嘛发生破坏事件，有民众徛伫装置艺术的椅仔甲铺顶翕相，甲椅仔徛歹去。这些艺术品需要靠大家的一起维护，东西才能够使用的更长久。会使吸力无代表会使随便破坏。高美馆测试下晡已经甲警方报案 ，AI 伫园区使用规范特别标示，若是有掠到现行犯会报警，搁提告求偿。嘛呼吁民众发挥公德心，共同守护珍贵的艺术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嘉义大埔地动甲单已经1个月过，不过甲单也是有一寡灾民。有厝无法度回去住，台南市政府即马就赶紧调20公尺的货柜厝，即马逐个月租金是2000块，会当依照灾民的需求，甲这货柜厝采伫徛街也是田边附近。市府表示，希望透过多元的安置方式，会当赶紧互灾民的生活稳定落来。一套早火车就咧吊遮蓝色的货柜厝，准备要互部分的受灾户先住入去。这是南市政府即阵当咧三个货柜厝安置计划，要互南西红黄段的受灾户享受一个大的所在，减轻因的生活困扰，渡过难关。原本伫庙口4、5户的灾民，这段时间拢是搭布棚咧过日，初时透早就有人先甲布棚拆落来，欢喜的讲总算有较安定的所在通住。即摆算厝有歹去啊，即摆还未整理，还未修理啦。我拢住来帐篷，即摆像昨嘛阁有地动人，啊，即摆会惊啊。所以阮即摆暂时正，即摆好过，阮就搬来到好过大一站啊，就等厝修理好，正迄落正等下厝安尼啦。这个计划即阵当咧开放申请，市府要打造20尺的货柜厝，受灾户若要申请，除了家己爱先找适合的所在，嘛会使依照需求，设伫原本的徛街附近、田边等所在，公所讲后续会校正会勘，确定货车敢有法度载去。另外，货柜厝租金每个月爱纳2000块，若用电问题，公所嘛会进一步甲台电协调，确保灾民的生活无受影响。红黄单户啦，而且伊无申请租金的补贴，简单讲就是讲伊无伫外口租厝，
受灾户会让来申请这个货柜屋。中央的租屋补贴上是没有的，所以市府在黄伟哲市长的推动之下，来拟定的计划由市府来协助。那么我们的受灾户只要每个月付2000块就可以，那么承租1年的时间。目前市府并且灾后复原危险建筑物紧急评估已经受理4235件，完成4222件。除了货柜厝的安置，南水分署宿舍也有提供申请。拢总34栋，已经有22户住入去啊。有还有空间通申请，市府表示希望透过多元的安置方案，让灾民生活赶紧恢复正常。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有伫菜市仔行搭，有咧买菜的民众拢知影，最近各类菜是真俗，也毋过金蕉真贵。因为去年风台关系，金蕉长霜冻甲真严重，所以金蕉的产量真少，价销是贵2倍外。也若农粮署是表示，价销要稳定，可能要等到今年的5、6月啊。菜单高丽菜贴甲满满是，因为天气冷，最近高丽菜大出，高丽菜价销也变甲真俗。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公布的价格，1公斤平均是6.3块。因为高丽菜算是菜王，所以伊价销落落，也会带动叶菜类的价销对立落。农粮署也表示，为着要稳定产销，已经启动加工，要甲1548吨的高丽菜外销到国外。咱常常咧讲，一款物件啦，有较济时阵，咱就会当启动叫做3期检啦。第一项就是当做外销，差不多这个3月中旬过了，要3月下旬，遮迄个高丽菜供应的量会较少啊，所以讲吼，迄个价销会较浮起来，就会较悬一点啦。高丽菜价销大落，就连去年同期一粒内产高丽菜称起来爱300-400块，即马一粒干那60块就买得到。民众欢喜买菜，毋过看到水果的价销可能买袂落去。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资料显示，金蕉1公斤平均价格大约108块左右，甲去年同期1公斤大约40块比起来是差68块。水果大头家娘讲，顶个看到金蕉遐贵，已经是7-8年前的代志啊。从我开始这样子在做的话，我还没有遇到，今年遇到。对，我知道说7-8年前有一次了。对啊。差不多偌济？差很多。大概差偌济？以前啊。我们如果这个时间的话卖，冬天本来就比较贵，那这个时间卖的话，如果有时候卖的话，都差不多40几块。农粮署解说讲，去年因为金蕉的产地受风台严重霜冻，重新种植上无爱8个月，预估到今年5、6月产量增加以后，价销就会较低。农粮署也表示，为了减少农产价销受到天灾影响，未来除了会帮助农民加强建立防台的措施，也会伫大卖场设并价专区，用合理的价销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也若即阵嘛是中华新港蒜头的采收期，嘛是因为去年风台的影响，加上今年年初温度有较低，所以蒜头卖大，采收期嘛有半个月。有的烤起来蒜头是真细粒，市场的销路就较歹，所以农民是打算要送去做加工，补贴一寡工钱。农民买开田土，原本应该会当采收的蒜头，有的说拢无够熟。中华新港的蒜头一般拢是2月底3月初开始采收，但是受到去年底风台影响，加上顶一阵仔天气凉冷，互蒜头袂富大，就爱搁等半个月，蒜头才会当烤。受到迄风台甲大水的影响吼，生长会较慢啦，生产量嘛较少。为规区拢无人起啊，无就是迄个细仔机啊。农民表示，新港出产的红蒜头气味咸搁香，真侪在门路的人客早就注文啊。但是因为去年底风台落雨，蒜头浸着水，毋但产量减少2-3成，有的蒜头上细粒半头歹，农民只好送合作社加工做蒜仁。同款的蒜头，毋过伊气味嘛是好啊，伊种差伊的细粒。大细，人客较袂接受，用了加工费安尼。蒜头大概依照往年是大概25公顷到30公顷之间了。那因为受去年台风的影响，本来申报受灾的大概有14公顷的农民，收成的状况大概会减产大概2到3成左右。
今年的选后，因为产量减少，有小可起价，目前产地价小一袋斤大约70至90块。嘛因为选后量少价小好，就惊有贼头起歹心，偷扣选头，在地警察局嘛来加强残酷的巡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昨昏3月初4是世界大考日，根据估算，2035年全世界大考的人口数会增加到19亿人。因为大考较无健康，所以相关疾病的治疗费用恐惊卖超过4兆美金。另外，即几年，咱台湾的囡仔较大考的比率嘛有增加的趋势。医生是提醒家长讲，3岁至6岁的囡仔是会当好好培养食食习惯的黄金期。常常听人咧讲，囡仔大考以后就会抽悬，敢有影？根据国健署的调查，高中小的学生大考的比率有年年增加的趋势。3月初4是世界大考日，台湾有医学会表示，根据学术的研究，细汉时大考的囡仔，唔有可能会提早发育，佮无一定会抽到偌悬。小时候胖，未来大部分是胖的，大概有8、9成以上是胖的。那第二个部分会不会并发一些疾病？成人的部分，它会跟国健署有10大死因，它有跟8种。有相关，它有跟200多种疾病是有相关。那儿童肥胖会不会造成问题？也会。第一个，它会造成成人之后，它这些慢性病的增加。根据国际预估，2035年全球大考的人口数会增加到19亿人，治疗甲大考相关的疾病费用恐惊超过4兆美金。还会强调，伫咧医学上，大考是一种慢性病，大考的定义是脂肪伤济造成身体的危害，所以还会呼吁减肥，唔是干那甲体重减轻尔，是要去减少脂肪的比率。另外，儿童胃肠科的医生嘛提醒家长，3岁至6岁的囡仔是培养食食习惯的黄金阶段，应当避免囡仔食伤济含糖量高的物件。这些精致的糖不要超过整天总热量的10%啊，所以如果一个体重需要2000大卡的成人来讲的话，可能大概就50公克的精致的糖。其实这个也不是太多你可能喝一杯大杯的珍珠奶茶。如果是全糖的话，可能就超过了看他的生活形态，然后看他运动的一个活动量怎么样。那这些的话，可能其实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不同的小朋友他可能有不同的建议出来。医生表示，虽然多数的情形来讲，大考的时身体未有明显的无爽快，不过脂肪的累积会大大增加各种慢性病含癌症的风险，嘛有可能影响囡仔的心理健康甲社交。医生嘛呼吁家长，若是发现囡仔体重超过标准，应当量早找医生提供建议甲协助。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咱政府有放少年家红包，根据文化部，即马是予13岁到22岁少年家有文化币通摕。根据文化部的统计，消费的金额甲单已经有超过5亿7千万啊。内底有5成拢是摕来买册较济，2成外会摕来看艺术表演，有1成外会用伫流行音乐。因为3月份开始有一寡国片未放映，文化部即马是继续催落去，鼓励少年家摕文化币去看国片，开350点，佮送你100点。今日即间伫台北市市民大道上的独立册店，有真侪有关人权、台湾历史转型政治的册。文化部表示，今年到今文化币消费金额已经突破5.7亿，有40%倍的文化币互少年人摕去买册。独立册店讲，文化币政策确实互少年人买册意愿提悬。店内报表差不多是有5%的人有使用这个文化币。我感觉嘛真济，顶个月有去读书季，嘛有去共生音乐节，拢有足济人用迄个文化币来买咱的册。さあ、眠りの中で魔性に目覚めよう。由台湾霹雳布袋戏甲日本动画作家合作的《当李剑游记》最终章，伫2月底开始放映。3月开始，也有侪国片准备上院线。文化部也提出诱因，若少年人摕350点以上的文化币去买国片的电影票，就会贵100点。国片的话，如果很好看的话，不用文化币我们也会看，但是如果是说因为文化币才去看的话，倒是还好。我们宁愿拿你文化币去买别的东西。如果有好看的国片，可能会考虑。我会比较想要买书，我其实就是比较忙，没有时间看。
文化部表示，40%的文化币互人摕去买册，21%用伫表演艺术，16%用伫流行音乐。国片的部分，因为今年侪国片上映线的时间拢伫3月以后，也有真大的进步空间，所以才会提出回归政策，希望透过文化币刺激国片的票房。记者阮李玉凯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美国的电商业者Amazon最近是开美金10亿去买007系列的创作主导权。不过，这一项消息是互影迷较烦恼，因是烦恼这个系列的电影会变款。英国演员丹尼尔·克雷格演耍007生死交战了，正式退下詹姆斯·庞德这个角色。这部2021年半的电影，全世界票房要甲8亿美金，换算大票223亿。丹尼尔·克雷格演过詹姆斯·庞德5遍。Would it be possible to say I'm Bond, James Bond to the camera? No, not in a million years. 007系列电影自1960年开始制作，到达总共25部作品，上近时阵是1年出1部，上长的时阵是让4年才出。伊制作方向拢由布洛克利家族1961年伫英国伦敦设立的，伊按制作公司主导，版权也是布洛克利家族所设立的，但那是控股公司所有。因为丹尼尔·克雷格讲，007生死交战是演庞德个别作品，所以布洛克利家族讲，2002年才开始找后一任新的庞德。We've got to, reinvent it for the future, and so that's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and we won't start casting until we kind of have a sense of what we're planning to do. 伫影迷期待后一任庞德是啥人时阵，美国电商亚马逊开10亿美金，差不多大票328亿。甲007系列的创作主导权买来，并且由旗下亚马逊米高梅工作室接管创意控制权。布洛克利家族退股到第2线，甲亚马逊米高梅工作室共同拥有007的版权。这个宣布让粉丝真担心，亚马逊会改变经典的风格，自英国间谍风格变做商业的美国风格。甲007系列的所有商业价值拢即刻打。公司新闻深入会编辑。同齐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1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是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是17度至29度，外岛9度至20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公司台记台拜六暗时11点来看暗光照电影院。我敢知影，阮老爸迄个时阵，落去是惊到底。初八走找小偷家。什么角色？敢有参加什么革命组织是？你拢总接生有超偌济个囡仔。15记忆家园。情况的，我定